编號1號。楊梅樹下講楊梅，柚樹米研作。食土包，食里脊，食楊梅秋樹下起。5月節還忙到，學校種嘅楊梅就打到當結咧。招風嘅楊梅細細粒嘅，像樹子米安太嘅，食起來酸溜溜嘅。楊梅嘅地名老植物有關，也為頭擺係原出名黑嘅蔬菜。3、4月咧，行落度萬那嘢都有野生嘅楊梅樹，客家人就老記按到楊梅辣。社會課先生小姐家鄉嘅地名，就特別拖挨到去楊梅樹下上課。也到楊梅樹係去新學校嘅校長調試啲學校地位種嘅，希望兩排樹嘅大嘅生命以後，做得像暗龍一樣，本學生嘅有一隻有料雜音嘅蔬菜。除睇楊梅樹、土牆筍，還甘等仲有幾下石頭梨椰樹，還個土圍樹。唔過，記得本順巷太頭嘅樹嘅陰青青咧，就存到也到楊梅樹天天。楊梅樹有分公雞、麻雞，愛種有7、8年，才會打籽。開花嘅時節，公雞花開到像羊毛蟲樣嘅，長形長形；麻雞花紅紅一點點嘅，忙得時打籽就當會綠嘅，故說較罕得本人看到。上禮拜，先生的分牌行寫一句客家諺語：4月8，楊梅8點，愛大家談係乜嘅意思？全班學生嘅簽名鼓談，就請一生人談到聽聽。也建議咧，讀到做太水，個字本太易打落槍槍，滿天來都係，還有到係本泡米醋同調嘅切過嘅，故說愛食嘅實在冇按改喲。先生講，楊梅辣嘅辣絲係一隻當行業嘅詞彙。目前的桃園客家地區，還有中辣、內辣也兩隻地名保存也隻事。先生講到後來破盤，我都以太趁生意呢，但將固定金錢。看那頭馬嘅樹誒有大字，大家比數挖腳，字上有筆下。那有乜人認真行？報名先生喺全班生意呢，數配啲後輩，